當鏡頭對住我選擇睇清楚一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晶儀 Selina， 我係一個演員。我諗近視對我最大嘅影響就係對眼好容易乾啦，咁加上拍攝嘅時間又長，咁我自己近視咧就400幾度，咁唔戴 con 嘅話咧就會睇嘢好木，睇得好唔清楚。咁有時做 live show 要衝翻去後台嘅時候咧，個後台好黑好亂噶嘛，加上時間緊迫，換完衫就即刻出去，咁咪好容易棘親啦。咁同埋喺好黑嘅環境之下，我係要靠睇住個 exit 牌去揾翻嘅出口。咁我記得有一次拍劇嘅時候咧，有一堆麵粉要撥落自己塊面度嘅。咁撥完之後咧，我就發現隻 con 唔見咗啦，跌咗落地下又揾唔翻。咁我剩低落嚟拍攝嘅時候咧，就係蒙查查咯。點解我會想做 ICL？ 因為 ICL 咧可以俾到我一個更加好嘅夜間視力。咁頭先都講過啦，我有時會喺啲好黑暗嘅環境底下做嘢啦，或者拍攝嘅。咁我都有試過整親啦，咁避免下一次再整親咧，我就決定為咗自己嘅安全，我就想做 ICL 啦。咁我自己就做完 ICL 半年，咁我覺得喺生活上其實對我嘅改變都非常之大。咁我自己就平時好中意做 gym 同埋去 wake surf， 變咗就唔需要再戴 con， 就唔驚水醃眼啦。咁喺工作上面都幫咗我好多。咁有時拍劇、拍夜景或者外景咧，睇嘢真係清咗好多 ，NG 都少啲啦。你哋都考慮緊做唔做 ICL？ 如果都想好似我咁擁有全天候高清視力，就快啲去希瑪微笑矯視中心嘅 website 留意佢哋嘅矯視服務啦。